3D 打印俾我哋用低成本製作多種昂貴嘅教學模型同埋獨特嘅配件，俾人由好悶唔想做變成我想再試下，重新拎翻動力同自信。Jeffrey 用創新嘅思維突破框架，小改變帶嚟大改善，解決問題，仲主動搞 training 教你同事，將一個人識嘅嘢變成成隊人都識。Jeffrey 亦都主動革新結構性非手術治療計劃，我哋叫做 SNTP， 改善佢嘅流程，更加推動中西嘅協作。Jeffrey 畢業之後呢，亦都即刻成為香港物理治療學會嘅幹事，主動推動專業嘅發展。好多謝部門一路支持我哋進修同參與海外交流，亦都鼓勵我哋將學習嘅知識同埋跟港隊出外比賽嘅經驗帶返嚟實際應用。例如我哋喺醫管局首次用筋膜加壓帶治療中風患者嘅偏袒肩，成功幫佢哋揾返信心同希望。